东华使者偷吃九转仙丹，大闹天庭，违反天律。玉帝带念着讲，伊是实丹过道，特别命令太上老君领回教导。太上老君领回着东华使者，当道路宫的时阵，拄好拄着牡丹被天将带去凌霄宝殿，要来接受着审判。东华使者看到牡丹受苦之容，煞来突围而出，滑落凡间。 轮回转世，西元798年，也是东德宗贞元14年4月14日，海州退任官员陆仪，甲怀胎8月的某金氏，倒转去蒲州永乐县故乡的时阵，行到着石湾边，腹肚痛，煞来生产一子，取名叫李炎。这个炎的洞内，拄好是东条的大将钟离权伊修道的所在。钟离权非常的欢喜。 伊认为讲是入洞之贵宾，所以另外署名为洞宾。牡丹啊，牡丹，伊罪该千秋，伊罪该千秋啊！无代，你最亲暝7日，无代，你功劳太浅，怎会用领遐尼济成就呢？看，若毋是娘娘哦，你早就教会你无魂飞魄散。我够厉害无？差一点仔就啉水，互阮娘娘抓着。晴晴，无代毋做代志，你要多多教。 是，无代，娘娘，你身体唔好，爱加休困。是，我来去。放娘娘。
无？伊是无大无惨，愈大你是愈惨。天意难测，天命难违，难测天意，难违天命。测天意也难，违天命也难，难也难。师父，你法律无边，冷测天意，偷偷为一摆天命，敢有啥物要紧着？唉，难呀难呀难，难上加难，难中加难，难下加难呀！对啊，师父，我想嘛是。难呀难，叫阮师傅唔像阮像遐呀难，哈，实在是真难哦。我想嘛是，黑白讲，自古以来是道地伫咧想师傅，哪有师傅伫咧想道地咧？啊，想也难，无想也难呀。师傅啊，唔通搁伫遐难哦。今日你若无下凡落去救孙兄，明仔载要去救就更加难咯。搁再讲东华孙兄，嘛是食着你的九转仙丹较起效的，就算讲伊转世下凡，嘛是共款起效。无得到迄个头壳，早就已经烧歹啊啦。恁东华师兄，即马已经变甲恁认袂出来了。什么啊？为师即马带你来看。显门显，地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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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显门显，地人草显门显。老师讲，人的手指有10个，我哪算嘛是5个。鲁仲斌，你唔好啊读册，你是咧想啥嘛？老师，你毋是讲人的手头也有10支，啊，毋过我脚哪算嘛敢5支尔。啊，孙兄那边安尼啦。啊，你也看啊，才安尼啦啊。我看迄可能破去啊，迄款。天意，天意难呀！师傅啊，迄天命我看是真难哦。就是唔看孙兄嘛难。对，师，我心嘛是啊，难呀难。哈，难哦唔难，迄难上是加难哦，叫师傅哦。伊救孙兄嘛真难，我心嘛是无唔对，药是我的，也毋过药引是别人的。要救东华，必须要经过迄个人的同意。娘，只要你让我甲东华师姐见一面，我等着死嘛会迷无。无代，你爱知影，我是安怎每一摆爱去，也毋拢是。爱你留伫咧乡内修行正果，头一摆看到迄把火火烧歹的武当，我就发觉你甲我有相，所以我才使出所有的法力来改造。你错犯了，我愿为你担责，但我的心，你还讲唔知影是？唉，娘。想袂到，这妖女在娘娘的心目中，竟然有这么重的分量。哼，我一定要爱离开，若无我永远都无地位。无咧，你别烦恼，娘娘袂答应你落去，我有办法让你下凡。是什么办法？办法是有啦，也毋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代志，只要会当见到东华师姐，什么代志我拢会答应。
你下完以后，就莫搁倒转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无代，你想看，东华师姐是太上老远的第一明星，你如果是东华师姐的心上人，假使你若是求太上老君，我相信伊一定会帮助你啊。对。 当公主实在是真可怜，你得答应。对，我想嘛是啊。我想伊搁几啊岁无偌久，免惨。无当公主实在是真痴情，假使人对我安尼，唔知要偌好个。对，我想嘛是啊。你当嘛是。 童话呀，你敢要搁会记得伫天上，咱两个迄段情？天上的一天，就是凡间的一年。当兵已经成年咯。你是叫伊什么名啦？啊？相公啊，你为什么爱叫伊相公呢？特别安尼拢叫伊相公啊，一定叫相公啊。要不你叫我什么名？ 啊，这我知，阿爹甲阿娘吼，拢叫你阿爹，你一定叫这阿爹。阿娘，我讲得对吼。我想哦，都爱带一个新妇过门啦，那个对枪看卖，看会较聪明袂啦。阿爹，你讲安尼是真好啦。也不过，我惊伊讲对方的查某囡仔，敢若嫌咱当比咱戆头戆脑。 也若无吼，就安尼啦。相亲的时阵吼，袂你闹开哩俩。咱安尼先骗好好势，想一寡话，甲伊讲啊。好，阿爹，这个代志由我来安排。哦。公主哦，尽量较莫讲话就较好。也毋过哦，王员话若问，伊无意念嘛是袂用的啊。免啦，三讲王员话要问啥物话啦？相公，咱用药的好无？药要来准啦。网友看卖哪有要紧？好啊，我来讲。我想吼，伊可能会讲这款的话啦。贤弟。 何必劳师动众？兵大众礼将来，老夫感觉十分的光彩。对，这句一定会讲。阿爹，假使伊若讲安尼，咱要甲回安怎较好？到这个时阵你来讲啊，小事利益，不足挂齿。老爷，你实在真好学问哦，你。要有问你讲金钱的方面，你看法如何？ 迄个时阵你来讲啊，多多益善，不过处之有道。对。相公，阿爹你讲的话，你都会记，咱才好好来甲教。好啦，对，要有哦，
王元华哦，可能还阁会问你一句，讲对有财产的代志，小弟你如何看法？这句啊，就是王元华咧甲你试探，看你对士大人有友好无？所以你着爱讲，爱讲世俗家父所有，小弟不敢过问。太师傅了。小道士哪会娶某？小道士哪会娶某？这要无想好。无错，我爱夺东华，为着你违反天庭，反出南天门。 你会伤心无？兵老君，牡丹若无伤心，便来求老君恩准，互我校园来去探望东华。双魔应会的头灵药，撇开晴天夜夜心，你会后悔袂？牡丹万死不悔，求老君成全。东华为着你反出南天门，大战天兵天将，无顾着伊的性命，今仔日换准做是你，你敢会安尼做？我会。 天顶甲人间有一寡女子，拢是用嘴讲讲。我问你，对我道的心意如何？老君明白，牡丹的心可对天地。不等我，阮事已经答应了。多谢老君。不等我，你紧起来。咱即马较紧下完了啊。 王元华啊，咱卢老爷吼，伊也是一个大名望家啦。门风甲恁比较起来哦，是门风后队，大家拢总做亲情真好。元华啊，哎，我讲哦，无骗你啦，若阮二公主吼，伊是一表的人才呢，也伊是点点无爱讲话，这若讲话哦，情就是情，理就是理，理由分明啦。 哇，人阁真济哦，阁真闹热哦。我想嘛是。我看到，阮主任伫遐。这个人是要安怎入去啦？我想嘛是。对，我有办法啦。我这有一张掩身符，你摕这张哦，地当坐啊。啊。慢慢来。你摕这张哦，地当坐。你当兵，你当兵。啊，这个是二老爷啦。啊，那这位哦是二夫人，这位是二公主。你当兵，你当兵。 李公主。二公主。啊。王元华伫咧问你因伊啊。拄则你也已经看过小女金玉，你感觉安怎？小事离意，不足挂齿。李公主，
你认为一个查甫人娶一车好呢，还是娶三车四车较好呢？多多益善，但是要出其有道。李公主，你既然甲是一个读书人，将来一定会参加考试。那安尼，你离家上京赴考的时阵，你要安怎来安顿你的母囝？这是俗家父所有，小弟唔敢过问。王安伟，王安伟啊，王安伟啊！哎，现死现当啊！行，多爱去那上山地啊！我一定要想办法将伊养好，互伊赶紧回哦。飞啊飞啊，我要飞哦！啊飞哦！冰淇，弟姐啊，我点才有飞呢？冰淇，你落来者。儒家这么大的财产，若是交予这个戆人，伊也唔知影通食，也不晓通啉，实在真拍算。不如我将伊骗去害死，将来阮阿兄若是死了后，这所有的财产都是我一个人的啊！弟姐，冰姐啊，二姐带你来去学飞，好不好？学飞哦，真实的哦。敢不过，你袂用甲别人讲哦。我知，我袂甲别人讲诶。咱即摆就来。我要学飞啊！到底是倒位啦？你哪带我行这行啊？呀，你莫急啦，咁就够啊，头前遐尔。对你头前啊！我要学飞哦，学飞哦，我要学飞哦，学飞哦。你去啊？刚是啊？冰姐啊，就是这无唔对啦。这悬啊！你飞落去唔足趣味啊！有趣味对。冰姐啊，对啦，再甲你讲吼，即摆你徛咱遮点点，我即个放客，而且若叫你飞落的时阵，你就飞落去。到时阵哦，船就会晓飞，唔通惊哦。我知，目睭客吼，别惊吼。免惊。你这个教我哦。你这个教你。准备好啊哈。唔通惊吼。别。东华使者也是咱尊称的东华帝君。相传东华使者因为食了上过济太上老君的九转仙丹，投胎转世变成一个真憨直的人。太上老君目睭金金，敢若会晓讲这是天意，伊敢会遮尔啊无情性？无但是要安怎甲凡间唔知影过去的洞宾来相认呢？玉皇子如果走入着凡间，伊会惹出什么风波呢？洞宾的二姐为着儒家的财产，伊要陷害着洞宾，叫洞宾伫咧断崖顶甲飞落去。洞宾若飞落去啊，伊到底会变成什么款？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大家小少来看富有帝君的故事《如洞宾》。